其實正式嘅降頭咧係嚟自中式嘅茅山嘅。雲南四川嗰邊嘅降頭係嚟自茅山術，就傳咗去南洋、緬甸、柬埔寨。咁嗰啲師傅咧，其實跟住學咗呢一樣嘢咧，就加以改良，就改咗個名，我哋泰文叫西亞薩，即係降頭啦。咁所以其實以前降頭嚟講，基本上係去幫人噶，唔係害人噶。咁因為啲師傅某啲即係心術不正嘅人學咗之後，有金錢利益衝突下，就用呢一樣嘢去害人。其實即係法咧冇所謂，即係等於一把刀啫嘛。係你可以幫人嘅，又可以係用一把刀；殺人嘅又可以一把刀。係啊，都係一線間睇你點樣去，同埋就係黑與白咯。師傅自己本身嗰個心性好緊要。係冇錯。哇！如果咁樣引申落去嘅時候咧，就算我哋要請一個嘅陰牌啊，請啲女鬼啊，請啲大姐啊翻嚟啊。不但止，我淨要睇個牌，佢本身係點樣樣。其實睇個師傅嗰個嘅心術啊，要製嗰個牌，佢要落啲乜嘢去製嗰個牌，嗰樣嘢先仲緊要。係㗎，可以咁講。